带去读唐诗。行经化音，作者崔颢。遥遥太华富含经，天外三方属不成。武帝蜀前魂欲散，仙林江上雾初晴。河山北侵尽关险，一书西连汉地名。恰闻罗棚名离客，无如此处学中生。简介：崔颢少年的时阵，才思敏捷，言语真可笑，生活迷难，加上殊途怪异，所以沉沦秋色。早期作品呢，总含于轻佻朴艳，到后来广游山川，经历边塞，以诗风亲像浴火红红，变成雄浑壮阔，敢像顶手的黄鹤楼。遥遥太华富含经，天外三方属不成。起句呢，就带进无边无际辽远的境界。那将高峻峭拔龟缩华山，俯首青河长安京城四周巍峨壮观的景象来带出来，顺水推舟，搁再将绝对毋是人间可以来促成三座的高峰衬托而出。遥遥这两字用得至精细妙。武帝蜀前魂欲散，仙林江上雾初晴。武帝蜀是早当时汉武帝所起的，也是行经化音必须要的要道，独独物过天晴。武帝蜀前原本浓密的云雾慢慢来散开，打头眺望仙林江的高峰，宛然敢像经过一番的清洗工程一样，特别的清脆、清新悦目。河山北侵尽关险，一书西连汉地名。诗呢，有分为简前景甲意中景的分别。前四句拢属视觉的景观，接落来呢，变成虚幻的想象。这个河对视目睭看袂到遥远的渭水之河，山呢对指西岳华山，北边的函谷关到渭水，敢像华山的枕头共一样。西连阳关大道的夜路，连汉代敬天祭地的汉地。汉地的意思就是祭天拜地的场地。用北浸嗰个西连来讲托华山的宏伟，也造就诗境一切经义皆情理的精髓。前六句呢，全部以眼前景、意中景来描绘。到上煞尾联呢，伊无爱讲出家己的心意，反倒当来用曲笔来劝勉旁边的人。那就奔波碌碌在过紧训练的速度上，不如踮在这名山圣境修真学道，会当修成众生不老，以天地同修吧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